民众拜六去投票投刷，上界关心的就是开票进度咯。NCC 也呼吁媒体开票爱符合真实有所本，通查证关键。若准接到民众投诉，或者是 NCC 发现有错误，就会按照卫生公布电视法要求业者说明开票过程甲资料来源。另外，相关资料也会转送到中选会以选罢法来处理。 总统大选三卡都选战行到上尾阶段，三方阵营落来拼死九票。投票了后，民众上关心的就是即时开票的结果。NCC 呼吁媒体制作开票成分要公正客观，显示出来的开票进度也要符合真实、有所本、通查证为原则。民众有记录也通向 NCC 检举。票数资料的来源除了中选委以外，它可能跟各个投开票所，或是候选人，或是政党的总部那边。那所以我们有要求，就是要提醒他们说，你们这些的资讯来源必须要去揭露。那尤其是在报票的过程统计上，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的疏漏？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可能要由透过主持人的口播或是文字的画面都要必须做澄清。至于申诉的管道，事实上不管是致电我们 NCC 或是我们有一个申诉网，都可以来跟我们反映。 NCC 表示，若收到民众检举案件，也是 NCC 家己有发现错误，会调电视台的录影画面，由 NCC 根据卫生广播电视法来调查，而且会请业者说明开票规划、处理过程、管控机制等等。另外，资料也会送去中选会，按照选罢法处理。竞选期间，选罢法是广电法的特别法，那我们会优先适用。假使民众有检举，我们会把这个侧录的带子调出来，移送给中选会。另外， 就是有关于广电法的部分，假使没有3件事实查证致损害公共利益，那这个另外是这个是本会要处理的。另外，伫2022年9合1大选，有电视台互人检举开票过程有灌票的嫌疑。NCC 表示，经过调查甲业者的说明，认为业者开票的资料有经过事实查证，电视台并无灌票的行为，目前并无业者和 NCC 裁罚。记者郭文社桂林台北报道。